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打将近75年，中华邮政公司特别发一套人权邮票，今日透早8点半开卖，就引真济民众排队来买。谢谢。后面没有了。顶头有印发行邮票名加日期的邮政封限量500份，本线就无。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即马，未到75周年。 中华邮政公司发行人权邮票一套4张，吹背伫台北北门邮局举办发行典礼。邮票自早起8点半开始卖，一早起就吸引真侪爱收集邮票的民众来买。16，现在12，将近30年了。8点半开门，我排到第7个、第8，因为我从新竹来，不是在台北本地啊。喜欢收集东西啊，只要有邮票我就喜欢了，已经成痴了。 国小4、5年级就急了，机邮对我来讲增加我很多的知识。邮票的图案以人权宣言加国公约的英文简称，结合特别的色彩加符号设计，色彩缤纷，因应收集邮票的需求。典礼会场外口也有设临时邮局，提供等临时邮局所以内的服务。 行政院长陈建仁、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等人拢到场见证人权邮票发行。我国对于人权的保障呢是相当的重视，我也希望我们国人大家一起来努力啊，让台湾的人权啊能够继续往前迈步啊，成为亚洲的典范。这套邮票一共有4枚哈，那第一枚是有60万枚哦，那另外3枚的话是58万枚。邮票主题加国际重要议题互相呼应，希望借此吸引民众注意，激发社会各界和大家加参加人权的相关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